呀？你说？说啥？你说？这来跟小区一样吗？哎，你看看啊，你看又发枪了啊！你看看又发枪了，你看看又发枪了啊！看，咱这小孩，你看咱这小孩吓傻了，咱这小孩是假的吧？你看，你看看，这是宋所长，据说他是宋所长，把枪又拔下来了啊！你看看，这宋所长，这宋所长啊，你看看，给我们老百姓对我们老百姓正常行驶都造成这样的伤害。这个宋局长、宋所长啊，你看看，对我们老百姓就这样是拳打脚踢，拿枪就给我们比划啊！你看看，一会儿回来说。你看，谁都走不了，你回去，谁都走不了。现在喝多了，我们现在是录音，他害怕了，他想跑。看大伙儿看一下啊，这宋所长不能走，看着吗？对老百姓这样式的，你看看，你看跟枪打的啊，还有，你看这手，看着吗？你看看就打成这样啊！你看好几个协警啊，还有这个宋所长，你看就对我们这样啊，我们正常行驶，我们没犯罪，现在是我们没犯罪啊！啥剧啊？就他让看上这警车啊，两个警车前面堵了，我们正常行驶，我们也没干啥啊。你看看前后堵的，这个车是我们不知道哪儿的车啊，后边给我们堵住了。拍照啊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都是猛 F 啊，都是向猛拍照啊，你看看都猛 F 拍照。警车是猛 F 多少钱了？18037是吧？这个是宋局长给我们开枪打的啊。这几个是后来的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干啥的，反正在这块是人是挺多的，我们也干不过他们。现在给我们开枪打的都上两个啊。干啥？我放那儿跟你们有关系吗？你们给我们打伤受伤了，你现在给我们不送医院，你现在给我们整这样啊？没收了，我们没有证据，怎么整？你现在给我手机给我整好，给我网上早都发出去了，都发完了已经。你们告我吧。呀。现在你们说啥都不好使，就给我们，你看看那手指头给打这个，现在你看这血淌的，你看这血给我们淌的，你看那个手指头，一个宋派出所的宋局长吧，宋所长给我们开枪打的，你看，还有个手指头。网友们给我往死转发，给他整掉了。看，这是宋局长啊，喝酒喝多了给我们开枪了，给老百姓又把两个把枪的啊，还有一个录音的，还有一个，对他，哎，就他啊，开枪，拔枪了他，他也。这是宋局长啊，宋所长，现在是不明原因给我们堵住了啊！他说哎，找几个人来给我们扣走，去给你们扣到派出所再说。你看多猖狂，猖狂到啥程度？一个区一个所长就他猖狂到这个程度，你看看，网友给我往死转发。